嗱，我有個好消息講本攏做人哋。嗱，出咗個詩篇記83:7，到上帝講，希望在上帝裡面，盼望並在上帝裡面，因為到上帝嘅恩典安排對於一個人希望佢嘅。嗱，佢思想並一個脫離，思想跟一個脫脫一切嘅痛苦。嗱，所以一個希望在上帝裡面，來求上帝來到佢面前，希望自己，但係呢，因為到出呢個箴言書23:18咁樣講到，因為到一個前途一定有嘅，也盼望唔是切實。嗱，所以一個在上帝裡面，一個盼望。在上帝裡面，這個前途一定有，這個盼望唔是切實。嗱，所以寫經的喺度，這個嚟親近上帝，嚟認識上帝，信任這個上帝，這個救主，去看待這個前途，達到一片天嘅路，達真嘅路，嗱，要盼望嘅路，要祝福這個嘅路，阿門。